大少年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奇，欢迎大家来做伙参加咱行政学的读书会。是安怎会来读这本呢？因为伫今年咱伫公共行政的学界会使讲正重大的一件代志就是阁有新的行政学的课本来去出版了。这个课本的三位作者老师呢，分别是咱的黄朝明老师、黄东义老师甲郭玉莹老师郭老师伫旧年呢嘛加入咱台大的公共行政组咱伫政治系下面的公共行政组甲咱的公共事务所内面来教册。伊甲这个另外一个为中央大学来的孙老师会使讲郭老师甲孙老师的加入会使讲是对咱台大台湾大学的公共行政这个部分会使拍一支叫做强心针为啥呢？因为就长期以来5年反正为我开始伫台大政治系咧读册的时阵咱的公共行政会使讲伫咱国家考试的领域内面是感觉互人感觉讲实在是真郁卒的，因为拢无教授来写咱的参考册。你讲那无写参考册又搁安怎？因搁有发表什么国际文章安怎？问题是你伫国家考试内面，伊的题目就是为咱的学者的参考册来出的嘛。你即马学者拢无爱写参考册，拢是咱看台北大学是政治大学的教授咧写所以咱出题拢总是出因的题目嘛。人就讲你台大政治系，然后搁读公共行政你考试无问题，我就讲这是天大误会啦。因为呢，会使讲是真弱势就对好所以今年呢，郭老师旧年郭老师来参加着咱台大政治系内面公共行政的这个老师阵容内面会使讲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好，但是呢，也无这个供应荣幸来去修着郭老师的课，无要紧咱大家呢会使自这本课本是参考册呢来做伙讨论咱的行政学。所以你若是毋是本科同学嘛无关系有人讲我毋是读公共行政，毋是读政治系，敢有要紧要来准备迄个行政学，是你要准备国家考试，实在讲是无啥要紧因为因就算讲像咱是本科的学生伫咱国家考试又搁是另外一个会使讲出题的面向甲咱伫学校学的拢无啥共款，所以你讲是本科还是外科的无要紧。好，咱即马呢，阮嘛无接因的业配啦，所以若是这个册上反正因出这款的册除非讲学校有订啦，无应该嘛，我是感觉讲袂讲像咱一般的大众文学安尼会使趁偌济，但是因学校订大概订拢100外本，应该嘛是趁袂少所以因应该无欠这个业配无要紧，咱是单纯用这个要甲大家讨论要讲这个行政学，有人就讲你要出一本讲义，我想讲要出讲义写足久的我的习惯就是拢写甲足简单的薄薄尔有人就讲安尼伤薄我就平单嘛即马呢有咱3个真厉害学者咱出了这本上新的行政学，所以咱就借花献佛自这本来甲大家讨论行政学的物件而且呢因这是学者所写的，所以一定比我所写的更较好啦安尼讲，因为咱的国家考试补习班的不管是倒一位老师啦，因嘛是自这个学者啦，自学校内面这寡学者的册内面甲剪剪贴贴打出来，好，咱直接咧就甲大家咧就这本的内容来做讨论。会使讲伫头前你讲嘛有真侪老师嘛咧出吴老师其他讲林老师因进前嘛毋想出，你为什么要经这本呢？因为我想讲无新出的甲伊先看卖嘛。哎哟，第一章内面无看过无要紧，看着就惊着。哎哟，咱国家考试真侪题目。我敢若读第一章10页内面一堆国家考试的这个会使讲过去的考题拢为内面出的，所以我想讲这本嘛是真重要一本参考册咯。好我是无接因的业配所以你若是想要配合这个册内面的内容你会使去图书馆借
少，我想讲应该拢少有，你要买嘛不要紧单纯的我就用这个物件来甲大家做一个读书会形式来讨论咱行政学的内容。好，咱这届啦，第一回啦，马上就要来进入到正题咯无爱甲你谈遐咧讲一寡543，咱就为这本册第一章开始来讨论。第一章叫做公共行政的世界，会使讲是一个概论安尼形式来去展现。所以伫一开始你若是显伫第一页开始咯，伊就先大概讲一下，讲这个行政学会使讲是伫19世纪尾期才出现的一门学科，也是咧探讨公共行政运作的社会科学是安尼。你若是讲探讨公共行政运作的社会科学是啥物物件呢？就是咧研究国家意志是要安怎去执行这个学问。OK， 所以具体来讲就是管理政府的人要安怎用政策甲伊的方案来去体现民主宪政的精神，甲实际上政治运作的这个物件就是公共行政。所以公共行政咧讨论的物件呢，伫第二页的所在就讲有4个大面向第一个就是探讨讲公共行政伫国家政治内面的这个定位；第二个就是公共组织伊安怎来去管理较有效率；第三就是公共行政，咱知影讲现在单是咧管理政府内面你公共行政嘛要面向咱一般的大众嘛。就亲像你甲我嘛，所以公共行政嘛要去顾着多元的价值，甲最后咧，公共行政正重要就是要依法来去行政所以第4个就是咱行政学甲公法行政法甲公法内面的这个面向，讲你的行政机关要安怎来去遵守法律的基础来去推送咱国家的政策甲咱执政者的意志这是一个开场啦，过来第一节的物件伊就是自我拄则讲的迄4个大面向开始咯。第一个就是公共行政的定位啦。第一个伊讲到讲公共行政的定位要安怎来讨论。第一个就是伫咱的宪法内面，咱公共行政伫宪法内面安怎讲？伊讲公共行政有3个大头家第一个就是行政的首长啦。就亲像咱即摆的总统甲行政院长这是第一个头家。第二个头家就是立法部门亲像立法院也是地方政府内面的议会。第三个头家叫做司法最近你看到真侪有关这个司法院的这个新闻嘛。所以咱行政公共行政有3个大头家，行政的首长第二个立法部门甲司法这是第一个公共行政的定位。咱自这个宪法的角度来去讨论。第二个公共行政的定位是为这个市场的面向来去讨论，就是讲咱的公共行政甲市场的关系呢，有淡薄仔想个担心的上重要的部分呢，佫无共款，这是西的这个学者讲的嘛。所以呢，公共行政是为着要去追求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公共利益这是甲市场上无共款的所在。市场是要去追求个人的利益，但是公共行政是要去追求国家整体公共利益但是呢，伫手路顶悬嘛去参考着市场的一寡方法较有效率来去追求咱公共利益佫有一个正重要就是咱有时市场拢要趁家己的钱嘛但是有一寡物件你是趁无钱，但是对咱的社会是重要，叫做公共财公共财你交互市场，市场无趁钱就无想要做嘛。所以呢，公共财的推广嘛是政府爱来去负责的。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探讨公共行政的定位，自市场的关系来去讨论。第三个就是公共政策的这个面向来去讨论公共行政的定位所以咱若是自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去讨论咱行政的定位，咱就会使讲咱公共行政是来去参与、来去制定、来去分析、来去评估、来去修改公共政策，更较重要，伊是要家己亲身都去推送这个政策的一个正重要行为者，就是咱的公共行政这是咱自第三个面向，就是公共政策这个面向来去讨论公共行政的定位。好，咱第一节到这以自3个面向宪法甲咱的市场，还有公共政策来去讨论公共行政的定位。咱第一节讨论完定义了后，第二节要来讨论的是伊有啥物款的功能呢？咱的西也就讲这个上重的有4个
大诶面向啊，就是规划、组织、领导甲控制啊，这就是113年诶啥物咧？高等考试诶题目啊，你敢有知影？所以这本有较重要诶，你用考试就考这个4个大诶功能啊，你课本第一章就咧写这嘛。所以为虾米要经这本啊？就是我看到这哈有今年诶题目就为这本来诶啦。我毋敢讲吼，这3位老师今年敢有去出题，但是呢，应该讲，毋管有去出题无，今年诶题目就为这本来啦。所以咱就讨论这本嘛。好，咱4个功能诶来去探讨一下。第一个叫做规划啊，规划就是你爱去定你诶目标啊，定你诶这个策略。去规划你所需要的资源，有系统的来去计划，来去达成你的目标，这叫做规划。啊，第二个叫做组织。啊，什么叫做组织呢？就是你去设计、分配你的工课啊。伫遮呢，看你的工课诶，这个性质啊，来去设计你的组织啊。有人要用安怎款的部门啊，部门设计好啊，佫爱找人来去做代志替各单位啊去找到适当的人才啊，这嘛是组织啊。第二个面向啊，真重要。第三叫做领导啦，你有佫较好的这个第一个叫做规划嘛，佫较好的这个组织，你若是领导者乱七八糟你的组织嘛是会放弃。所以领导咧就是咧安排甲协作组织的做工课内面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资源，领导者要来去安怎有效的沟通，互大家拢用上好的状况来去执行因的任务伊嘛有虾米款的角色咧，就是爱去创好清楚咱组织环境到底是虾米物件大个组织的整体环境下面各单位甲个人的做工课目标安怎去做，爱去领导推出安尼这个诱因互大家愿意去做嘛去激励咱的人员，这就是领导者的伊的上重要的部分。最后咧就是控制控制就是安尼去监测执行的进度甲方案的结果。看讲你这个政策咧推测的过程当中敢有甲你原本所规划所想的共款，还是无共款咧紧调整你像你咧读册今仔日原本要读30页读到中昼发觉讲才读2页尔紧来去修改一下嘛，这就是控制你来去抓条的你的进度执行的状况这就是控制所以咧以上4个就是咱行政的功能：规划、组织、领导甲控制这就是第2节第3节伊咧探讨的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价值甲伊的冲突遮咧伊讲着4个正重要咱政府机关咧考量的重要的价值。第一个叫做效率，第2个叫做效能，第3个叫做公平，第4个叫做回应。效率上简单讲，伊就是咧产出甲投入这个关系，你安怎呢？投资上少，但是产出上多，这就是咧讲效率第2个叫做效能叫做啥物件咧？就是你投入的资源所产生的影响你达成你的目标的程度，这就是效能。第3叫做公平啦，因为咱的政府咧是用咱的公共资源嘛，咧用咱的公的这个权力嘛，所以呢，除了效率甲这个效能以外呢，你咧行政的过程当中要安怎去展现着咱公平的原则嘛是真重要。就亲像你若是已经有知影你有听咱行政学的这个行政学校材节目啦，咱有讲着叫做新公共行政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 因为这个学派就是真去强调咱公平的精神。最后咧嘛是甲咱民主的价值有关的叫做回应responsive 回应呢就是字面所讲的，你爱去了解到民间的意见你爱去了解到现在公论伫遮咧政府透过政策就是要来去回应民意甲公论大家想要安怎，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你的政策来去做回应，这就是4个咱公共行政的价值上重要部分，叫做效率、效能、公平甲回应伫咱第4节的部分伊讲着讲咱政府部门咧变革的6个大的趋势
咧讲这个政府咧变革的大趋势进前，伊先讲了讲为什么咱政府爱变革咧，爱去这个革新咧？第一个就是无钱嘛，咱的财政状况咧无讲介好。第二个就是咱人啊，咱人民的需求啊，更加复杂，更加多。啊，第三个就是咱的科技啊，咱的创新是逐工啊比前一工啊搁较无共款。好，所以伫咱的财政、伫人民的需求甲咱的科技的发展的背景，咱的公共行政有6个大的发展的变革的趋势。第一个就是伊主张啊，应该爱去结合咱的绩效的这个甲咱的行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咧行为的时阵啊，你咧做决策的时阵，应该爱去考虑到讲你的绩效，就是你的这个表现啊。你爱讲开钱啊，敢有甲钱开伫你需要的所在？啊，敢有用上效率的方式来去使用你的公共资源？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叫做风险的管理啊，变做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必要的元素。因为你都讲知影，即马政府也面对着真侪，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危机嘛，还是风险的管理，也是真重要一个变革。第三就是创新的文化，政府啊应该把这个资料拢公开透明啊，去追求更加悬的、更加悬的效率甲效能，来去刺激这个创新的文化。莫安尼啦，安尼讲死气沉沉的安尼状况。第四个就是爱去使命啊，就真强调安尼使命，透过你的使命来去设计你的组织。好，你的使命是啥物件？你的组织就安怎来去设计？透过你的组织的设计来去达成你的使命。第五个就是倍数的效率的要求啦，要安怎甲咱的政府服务咱民众的效率搁较提升呢？因为你讲无钱嘛，无钱你就开较少的，但是咱的服务搁较做较比进前搁较好，这就是效率要安怎提升的一个面向。要安怎呢？透过咱的科技，透过咱的流程的变革，透过组织，透过 data 数据啊。这些工具来去提升咱政府服务民众甲政府行政的效率。最后第6个啊，就是嘛强调领导的效能啊，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啦，应该啦爱有伊的这个眼光啊，来去看搁较远的，去发觉讲啊，规个整体政府要安怎去发展啊？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政策要安怎去推送，啊嘛有法度伫咱较细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啊。来去处理掉，譬如讲咱人啊、资源啊，要安怎去分配啊，干那政治的关系要安怎去调啊，这就是领导者的部分。好，所以呢，这就是第4个部分，伊提到讲有6个大变革的公部门的趋势。第一个就是绩效这个甲该放入去咱的政府行动的决策内面。第二就是风险的管理，要变做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必要的元素。第三就是创新的文化。第四就是要有这个使命啊，来去设计咱的组织。第5个就是要提升咱的效率。第6个就是要增加咱领导者的效能。好，以上啦，就是咱第一章啊，咱就甲大家探讨到这啦。基本上就是真简单的报告互你来若是去看册，有一个方向袂使讲这拢是学者写的，我看无，因写的已经真简单，就透过我的这个希望有够较简单，也是愈讲愈复杂咧，解说啦，互大家若是要去看这本课本的时阵呢，第一章你就会使知影讲伊咧探讨啥物件。好，咱这回就到这，咱后一回要探讨的是第2章咧讲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所以咱后一回咧，应该是甲咱行政学校材物件咧，差不多，咱就继续来去看咱的大学者要安怎来去探讨咱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咱这回就到这，希望咱的行政学的读书会有法度来去帮助大家。你若是无要补习嘛，无要紧但是呢有这个资源来去了解到行政学，伫遮呢是用咱学者所写的参考册来去熟悉咱伫学校内面来去安怎探讨咱的行政学，毋是讲亲像补习班单纯就是为着咧考试甲你安尼填鸭式的教育剪剪贴贴其他学者写的东西莫安尼，咱自学者所写的参考册
开始啊，这一该上准的，伫遮呢，国家考试的考题嘛是自咱即本内面来出的嘛，所以呢，真推荐大家来去看。我是无接业配啦，但是呢，因为这三位教授啊，拢真厉害，因此啊，来去推广啊，这本册啊。你要看就看这本就好啊！你比较什么补习班的剪剪贴贴的版本啊，要读就直接读咱学校内面学者所写的，这才是正港的行政学，毋是像迄补习班咱剪剪贴贴无共款的学者，互你安尼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这个不晓得整体的面貌。自学者所写的一本啊，我想讲应该对你咧学行政学的时阵啊，搁较简单来去了解。安尼你嘛感觉讲行政学其实无遐尼困难啦。因为你有这个系统，你有这个整体员工来去接触这个学科，你会感觉讲行政学其实学起来是真趣味哦。好，咱这回就甲大家讨论到这，咱就期待后一回再个继续参大家来去读这本行政学的课本。咱这回就到这，敬祝大家身体健康，来顺利学习，平安大赚钱哦。